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提你，關於香港停車熄匙嘅規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ion Chan 陳心妍。喺香港，如果你將車停喺路邊等人或者短暫休息，請記住，你嘅車輛引擎係唔可以一直開住㗎。根據香港嘅法例，燃油車輛喺停車等候嘅時間，喺同一個位置引擎空轉嘅總時間係唔可以超過3分鐘。呢個規定就叫做引擎空轉，就要停車熄匙。不過法例都有豁免情形嘅，例如係等候交通燈、交通堵塞、排隊加油、酷熱天氣警告或者暴雨警告信號生效。而純電動車就唔受呢個法例規管啦，所以大家記住，停車熄匙既環保又避免咗罰款。請關注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，了解更加多嘅道路準則啊！